呢一個嘅友誼賽咧係 Max 對阿君 Round One 已經開始咗啦，佢哋都好快出擊喎，嗬。哦，係啊，大家都好輕，咁所以呢個體重就係大家速度都好快。頭先你提到大家都好輕啦，同埋我有時咧即係睇新聞或者係一啲電視節目咧，佢都有講咩型量級啊、初量級啊、羽量級啊、重量級啊，其實總共有幾多個呢一啲唔同嘅級數啊鋪係12或者13個咯，即係女仔會多一個咁樣。哦，咁amateur 就會少啲咯。係咪越輕或者越重嘅話咧，其實都會有各自嘅即係優處、優勝之處啊？主要都係公平啲咯，因為分體重嘅話，個比賽會即係其實拳擊如果你爭5公斤、10公斤，其實就好難打噶啦，因為個力量好唔同。如果係同一個嘅體重，咁唔同高度或者嘅外形啊、年紀上面啊唔同，係咪都 OK 咧？只要都係 OK 嘅，體重一樣就可以啦。咁所以有時可能你會見到啲人高啲，有啲矮啲咁樣。咁但係唔同手長，即係有啲人高啲、手長啲就中意打多少少直拳咁。但係如果你矮啲、手短啲，就通常衝入去左哭勾拳或者 upper 咯。哦，佢哋都個 pressure 都幾好。但係 Max 都係一個出好多拳嘅人咯，佢係可以2分鐘都係 keep 住出拳咁嘛。係嘛？係關定係咩？軍。哦。我哋仲有15秒，見到佢哋都即係好埋身咁樣嚟到去出拳啦。都似嘅，兩個都揼得多，又好中意 Pili Shield， 即係擺低左手跟住向後挨。哦 ，nice 右手。好 ，round one 完成，咁我又有1分鐘嘅休息時間啦，即刻飲啖水唞下先。呢個時間咧，我哋頭先見到Max 啦同埋阿君咧，其實佢哋都即係各自係有一啲嘅絕，你有冇見到啲絕招出咗嚟啊 Raymond？ 我就唔識睇啦，但係頭先會唔會都已經有啲顯露對手有啲咩嘅即係強勁之處咧？下一個回合要注意一下嘅。阿君右直咯，右直打得幾好，可以試下打多少少。同埋大家左手都好低咯，所以大家右哭應該都會打得中對方咯。OK， 都係如果我哋嘅拳手而家係聽到 Raymond 嘅一啲提示嘅話咧，咁下個回合記得 Max 應該聽唔明廣東話，戴住頭套係未必聽得清楚嗬。我哋 Round Two 咧準備又再開始啦。佢都真係嘗試右哭 ，jab first then fold away hook。係右哭咧，nice。見到咧，我哋有拳手咧係高少少啦，咁其實佢哋就直拳係容易啲去擊中對方。係嘅，理論上係咯。break。咁樣係擁抱，呢個擁抱係要。通常會分開咯，台上嘅 referee 會分翻開咯，因為嗰個距離就係大家其實都打唔到對面。nice two， 又還翻一個 Max 一個 hook two， 又俾翻個右直佢。除咗直拳同埋勾拳，仲有冇其他嘅一啲 upper 或者 overhead 咯 ？upper 就係下至上啦，下至上。係。nice 右 hook，nice 右 hook Max。上至下咁。上至下就係 overhead 咯，即係喺上面掛落去。主要呢4種嗬。大約咯，係，但係當然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，即係左哭都可以喺外面斜角咁插落去。斜角，不過萬變不離其宗啦，都係要喐多啲啦，同埋即係要觀察。都係直線或者圓形咯，其實一係就係斜線咯。3秒。nice body，Max 打咗個幾靚嘅右哭。還翻去一個右哭。今次見到佢哋咧，都係主要即係 focus 喺佢哋個頭部嗰度去做呢一個。身體而家多少少咯，因為大家知大家挨後都幾快咁，所以即係身體再上頭會容易啲打中對方。
休出嚟1分鐘嘅休息時間啦。去到呢度咧，其實頭1、2個回合咧，佢哋都即係好 chill 咁樣啦，喐下左一下右。雖然佢哋已經流晒汗嘅啦，有冇話第3個回合個節奏應該點樣拿捏會好少少啊？通常係睇你領先緊定係輸緊。咁如果你領先2個彎咧，其實第3個彎你唔打都得㗎啦，你走嚟走去你都有機會贏。咁但係閃避球咁樣嘅路啊變咗。但係你好難連續領先2個彎咯，咁所以通常你去到第3個彎，大家都要搶翻嚟。喺正式嘅業餘比賽，其實台下應該會有塊板，你會睇到幾多分咯。咁所以通常第3回合你都係要攞佢翻嚟。哦。OK。口信調氣啦。Max 一定係搶㗎啦，因為佢係一個體能好好嘅人。其實平時啲體能咧要做頭先個 pad work 啦，有示範過啦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冇其他係可以即係 warm up 自己？跑步咯，即係你會有長跑、有短跑，或者一啲 HIIT 都會幫到你。因為拳擊係一個好快嘅運動，即係佢唔係淨係一個哇，佢係想示意自己冇事咁，但係 Bobby 應該以為係佢嘅頭盔有啲歪。哦，nice jab。係幾靚個 jab，軍啲 jab 都幾好，唔係一個啱嘅距離啦，咁所以referee 會分翻開2個，通常一攬就會分翻開。哦，唔可以即係掂對方超過幾多秒嘅，有冇話？又冇啊，但係見到你攬住，咁你又出唔到拳，佢又出唔到拳，就會分翻開啦。哦，nice jab。好容易攬。Don't hold punch。佢哋都好愛錫大家。好難。雖然係有攞得啱嘅距離咯，因為你又衝，佢又衝，就好容易近得滯，大家都出唔到拳。一個合適嘅距離。喺啱嘅距離做啱嘅嘢咯，即係近嘅時候，通常都係 hook 或者 upper， 遠就直拳或者 upper。哦，OK，個頭落得有啲低啊！加油啊！哦，nice 咗 hook。哦，Max 而家近距離都係搏拳啦，都係企喺度 ，nice。哦，嚟到15秒啦，兩位 ，last 10 seconds，let's go。去啦！加油啊！得返最後嘅5秒咋。係，大家都換㗎啦 ，nice。Thank you，多謝阿 Max 同埋阿光咧為我。